英国因为这龙虎斑有病毒的问题，一直无法度外销日本。但是双方经过8年的谈判，伫科技检验报告的帮助之下，消除日本的记录。结果下晡头一批屏东市的龙虎斑有2.8吨正式从货柜销去日本，这代表未来台湾的龙虎斑袂搁再靠中国高一个市场尔。准备了，我想用这样子的鞋哦。手举牌啊，大声喊口号。第一批要外销日本的屏东龙虎斑，总共2吨8，正式上货柜要送去日本。农业部表示，成功拍开日本市场，代表的唔那是加一个通路，嘛互台湾的龙虎斑唔免阁受到中国的牵制。因针对各国的食食习惯，定做无共款的产品，要互龙虎斑销去更加侪国家。我们不是产了这条鱼以后，然后到处用这条鱼去卖到哪边去？我们现在开始要什么？要客制化，要从需求导向的方式来客制化我们市场需求的一个鱼。要行高级路线，都爱付出更加侪努力。渔民讲，亲像这边日本爱的是龙虎斑的鱼排，规价是6斤以上的大鱼来加工，甲出口中国的比起来，爱加持1-2年。虽然成本增加，不过收益也是提升。过去台湾石斑拢是靠外销中国，即卖中国市场已经占不一半。当然，如果依赖单一市场的话，其实会蛮危险的。那当然是我们希望说可以开拓更多的市场，比较欧美，像欧美的话也是吃鱼排的部分。那我们也是慢慢的一直拿一些国际认证，还有就是像不同的不同国家的要求，我们希望说可以进到不同的市场去。屏东县的龙虎斑产量占全国大约4成，当年有7000吨。头一批去日本的2吨8只是拄开始，因也期待后续会当开拓更加侪市场，将台湾的龙鱼产品销去世界各国。记者柯家如、柯昭勇，屏东采访报道。